办的部分吼。啊，这我想咱上尾咱嘛是讲留10分钟，互大家若有啥问题会当回应交流，也是讲要补充的啊，咱我留一寡时间互咱现场的来宾来做交流吼。迄个咱全面台语圣经协会的即个理事长吼，肖牧师呢，甲咱绍介一下。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对基督教，无论传到什么所在，翻译圣经，这是上界基本的。那要讲遐的时阵，我第用出一项代志，我的确来讲，就是讲吼，咱要袂有这个做software来写这个罗马字，注音的这以前伊就去请用偌济钱去请一个人替伊写software，会当注音嘛，伊甲我讲，伊要迄个做，迄个时阵当然无当像即摆遮进步啊，迄拢迄个做都爱写特别的这个天性，才有我都通写的时代，伊送互我看，我感觉这我迄阵一丝仔这个知识拢无安尼，这是爱讲。当然，圣经要紧就是讲，因为原来是用这个英文话，后来咱伫台湾因为言语咧改变，之前我去南洋伊咧讲迄英文话我插着马来话，话听无啥有，伊讲原来咧讲英文话，一寡话我拢听无的，就是表示讲。言语以后若无共款的发展，伫台湾受其他的发展。咱即马要爱做一个，大家拢总爱读，去读有的，迄款的圣经，真拄好，毋是讲真拄，就是讲要有亲像即个做林长老安尼，伊家己用家己资源去开发，即个叫做软体，写罗马字。软体，佫会当注音即款的软体开发出来，所以互咱有够雅的即个叫做资源，咱若要来经即个叫做，毋是讲改写，就是将这话变做咱今仔日大家咧用的话，有迄款的工具所以咱利用这个开始来做。最后是望讲新旧约拢总会当出，佫会从这交互。讲起这个圣经我第一代基督徒，我伫双林教会做中20年，上惊的就是师会。去你台仔顶的时阵爱读圣经，当时我庙仪嘛袂晓咧。迄个敢若有华啊本的华语的圣经，后来有现代中文的本。牧师就教我讲，迄个华语你拢有嘛，你直接就甲读到台语就好。就读好是来到我们的上帝，我咧读讲，我的上帝，读到下骹讲是的爱咱的上帝说对。敢若我们你都分袂清你不要分咱甲阮啦咱台湾的语言，即个台语、客语、甲14族的原住民语，拢有分咱甲阮少年的真侪人拢分袂清这尤其伫祈祷的时阵，若分袂清，拢甲上帝吐落来，无讲介好。所以我一直咧想讲是安怎基督徒台湾人是安怎无家己好势读的圣经？落去迄个庙的是把迄个圣经，伊公报社甲伊合作台语汉语版。迄本圣经原来白话字的迄个版权了，内底写阿摩的 Roman Life， 是厦门话的圣经因硬甲讲是台语，所以即马长老教会教会内语言甲教会外差不多10%无共款。这嘛要诚做传福音，有小可较袂讲遐尼顺序啦即本圣经对台湾，不管讲是伫教会，还是伫这信仰，还是这个
台语语文方面贡献足大个啦。但是就是后遗症，一直台湾人甲伊当各方迄是台语，所以有这个后遗症。我嘛受到这个影响。你读你讲，你甲外口的人你讲话时，定来讲你讲迄我拢听无啦。我就开始就有这个新闻的网站，有这个网站了后，我就开始想办法，要安怎互台湾人有诶适合的圣经啦上头第一个开始就是讲迄个把迄个圣经，我了有一个陈清春长老白话字一字一字拍6年半才拍好。圣经讲话无要上网，阮即个台语网的人。定下你讲，知影林俊良基督徒，定下拄着我就讲，全世界的语言的圣经拢有上网，是安怎无台语的圣经啦到即摆还无咧，信望来以外啦，我意思讲圣经讲的，到即摆台语圣经还无伫上网啦所以我就一直伫想，我一直伫考虑这个问题。真多谢足侪人伊当时迄个hen利啦大家拢斗骹手来做这个代志，甲安徽圣经创上网。了后，信望来讲，伊要爱圣经，遐个人嘛，伫找台语圣经去找着所以来就来甲我讲的时候，我讲安尼好，咱来创一个台语信望来，甲佫有创一个客语信望来，佫有创盲人的点伊的台语的迄个网站一直安尼做落来的时阵，中间就是讲上大的感觉就是讲，迄明明都毋是台语，咱要甲当作台语啦。我迄个当作台语，毋若经过教会人会讲一直强调讲，这是台语，这是台语互安尼感觉奇怪，讲是安怎？迄明明都毋是，你要讲是足奇怪。我拄着真个即个真，所以互我真大会感觉讲有需要来做即个工课啦伫网络伫做诶时候，我拢透过网络嘛所以这叫做迄个全面台语圣经，就是透过网络大家人来投入啦2年前诶时阵，萧牧师退休伊伫迄个伫甲我讲，伊做牧师做一世人拢用家讲听着家了解迄本圣经诶台语圣经所以讲伊退休了后，要来做一个甲修改做咱台湾话圣经，所以阮两个一拍即合我讲我已经做到遮，所以就投入了来领导即个团队。我伫做的中间，足侪人拢会足感动来参与啦就这样我迄个台语网面顶弹出足侪问题，足侪人拢会回应嘛，讲啥会安怎读安怎读。因为伊原来是英话嘛，我还问讲台湾人安怎讲甲累积起来，分咱来做即个全面台语圣经。赖英雄长老，阮迄个波士顿教会迄个赖英雄长老，伊就感觉讲，你若要做即个事工，就爱一个团队，所以爱建议讲成立即个协会啦所以。即个协会成立的时嘛，足侪人感觉讲真有意义顶年的11月7日啦伫咱台南新人院，台南新人院即个开即个发起人大会的时阵，就足侪牧师来参加。当时迄个会上牧师伊发现讲，在场当时有3个院长啦，是哪院长？现任的王院长萧院长，我即摆嘛有伫遮张院长、张定祥牧师，对咯，今日我你若是院长，3个院长同时伫遐啦阮就讲迄协会要成立，要有一个所在来做会址嘛咱的现任院长就来设到台南新人院所以咱看遮所有圣经内底所印的拢是台南新人院的地址真感谢院长佫有安排即个办公室阮会当来进行遮个工课伫做即个全面台语圣经即个中间，我拄着真趣味的代志以前无落仔咧做嘛，毋知影讲下问话甲台湾话差遐尔济一般拄只牧师，萧牧师讲的自随送两条外以外较严重的一个
委会的牧师，伊退休，伊来看我伫做这。伊讲林长老啊，我做牧师做是一样，我袂当进天堂呢。我讲安怎？伊讲我拢无传悔改的福音啦。哦，基督徒的声音，你才知影个悔改是啥物事吼？悔改，伊讲迄本圣经内底无半字悔改，我以前嘛毋知影咧，啊，甲编好嘛，有影无半字悔改咧，啊，伊用啥叫反悔？哦，啊，台湾话反悔甲悔改，敢有共啊？赞处无共嘛吼，啊，但是下晡我嘛感觉奇怪咧，去台积图书店甲查咧吼，我发现拢袂记咧，啊，去查看觅，啊，反悔有反悔的意思，啊，第二个意思有悔改的意思啊，啊，下晡话有悔改的意思，台湾话无啊，啊，伊就啊，迄个摕来到台湾的时，好，伊嘛讲做事情无水，袂当厝底做，伊就会，啊，叫伊足欢喜讲有这个专门台语圣经哦。啊，搁一个就是讲，即个语言一直伫遮是把即本圣经是大家公认翻译了上好的圣经啦。吼，啊，所以，阮主要就是讲要甲遐个下晡话想办法要甲改做即摆的台语啦。啊，毋是圣经讲话讲迄个现代台语，是真正的台湾普遍腔的台语啦吼。啊，北部人无要讲台语啊，所以即摆普遍腔教了播定出来，普遍腔，尤其叫油浙腔是高雄市嘛，是南部腔嘛。所以即摆这咱大家摕转去读了，你会感觉，尤其中南部的人会感觉讲足爽快吼，迄就是咱用腔口来。啊，我第足趣味就是讲，我来新南伊写了后吼，我就有机会甲因迄个餐厅中昼伫食饭。啊，遐学生啊，才有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迄有一个学生啊，甲我讲吼。讲阮爸爸吼，甲阮妈呢，讲你去新南园读了是咱台语才会招生啦，这是对啦，台语招生啦，啊，就规矩迄本圣经咧读的啊，咧讲的啊，啊，就有影招生去啊，吼，啊，讲就一个，就是讲语言一直伫进步，也是讲环境无共。基督徒拢知影有一个叫好的撒玛利亚人，即个故事。哦，迄天迄个毕业的讲道的时阵，迄个学生啊去讲迄个故事。啊，故事讲，迄个人落山咧的时阵，拄着贼仔，去互拍架边要用死伊啊咧。贼仔敢会拍人啊？贼仔拢用头摕，敢毋是？哦，啊，所有的华语圣经拢翻做中道啦，强盗啦。我去查查中道，大家感觉讲台湾人嘛，即个讲中道嘛，拢讲土匪嘛吼。啊，所以咱的专门圣经是改做土匪啦。啊，迄学生伫讲的时阵，迄学生伊感觉讲，有影咧，贼仔。啊，伊原来圣经是安怎会翻做贼仔？这嘛，我才奇怪啦吼。啊，边仔一个教授听到，伊讲啊，大家拢安尼讲啊，吼，啊，就讲即个台语。少年囡仔因为受北京语的影响，声音迄个音拢发袂出来，拢声音，吼，啊，迄个一声喙拢合袂起来，10箍。我伫讲迄个即个代志的时阵，迄学生讲有影咧，阮受影响，阮爸爸妈妈嘛拢讲我足好势咧，声音，伊嘛讲奇怪，我才拢讲声音，哦，啊，但是。迄个老师教授颠倒感觉讲，啊，都大家拢安讲啦，算了啦，感觉讲，所以讲，真希望即个圣经透过大家的努力，网络来我即摆在座我受足侪位拢参与啦吼，真感谢，爱当将咱的台语原来水的所在，原来有的，毋好叫北京语污染，就安无去啦，吼，所以讲肖牧师一直伫讲。这本圣经，你先讲比迄个天剑史。啊，你知这原来英国各地的言语，白讲英语啊，无统一啊，都是后来这个 King James 系英语的圣经翻译了，才互英国的英语有一个标准。啊，所以迄个圣经的翻译
会贡献着这个做比较标准的言语会一个发生，互大家拢总会当用。伫德国这罗天马丁翻译这个圣经做德语，才互德语有一个通用。以前各地这个德语原来无完全共款，是真期待讲咱若有即款的翻译，互咱台湾话以后比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通用。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话。这是事实的这个证据。所以把这个圣经受华语影响嘛真济啦吼。而且就讲连王记，迄个记，嘛写纪念的记啦。北京语纪念的记，甲记录的记拢读字啦。所以有网络内底有一个。伊做老师，伊嘛读迄个台的迄个英文系，伊对台语嘛足熟悉。伊去提出足侪证明，就讲咱即个纪念日，咱用世纪的纪，你要甲读是纪念的，读做纪念，无可能读做纪念啊，敢毋是？纪念日啊，华语的纪念的纪，甲读，咱台语甲读纪念嘛，世纪的纪嘛。所以大家会注意着讲，伫即个用字方面，阮伫努力要互伊真正讲你汉字出来、读出来，甲咱读的音爱共款。佫有一个就是讲，我会记嘛是，敢若是语文教授甲我讲的嘛。阮足奇怪啊！台湾人逐个咧讲我甲你，伊甲伊，你圣经还是爱用甲，甲佫遐爱读。所以即马大家，我有去问足侪人啦感觉讲，大家人讲教，是毋是逐家人伊嘛讲教，足讲教啊？我迄个教育部有一个叫做啥呢？商用书词典，网络面顶有啊，我去查，迄个监字典去查，迄个教是拼音啦，教是语音啦。咱背是圣经，咱是爱用文体，爱用语音，所以我这条就用教。所以我去这个新人学生伫讲的时讲，你这教太读起来遐好势，我就讲教，往时啊本来就是教毋是教啊，这语言上的这个使用就是讲伊原来我伫牛津市的时阵拄着一个厦门来，伊伫厦门嗰啲做老师的嘛。我问恁厦门人是讲甲还是讲甲？伊讲嘛有人讲甲的，但是甲的较少。甲的敢若讲，伊爱表示讲伊是读册人，伊读文音，伊较高尚所以台湾教会嘛有真侪人感觉讲，就爱读厦门音较高尚呢，我嘛感觉足奇怪，讲迄个较高尚。我知你讲出来，大家听就家叫啊因为我毋知我有遐侪时间，我有准备 PowerPoint， 内底有一个录音博士，伊就是伊是圣经学者，伊咧翻译圣经现代中文的本，到即摆现代台语的本，伊拢参悟即个啦。因为我有一个录影音起来伊讲迄个母语圣经就是信用多加肉体的信用实践啦。多诚肉体就是讲耶稣真做人来甲咱世间，是要甲咱讲咱的话啦。咱咧读圣经嘛爱读咱的话啦。你才有合即个信仰的实践。伊迄个影片内底第一句话就讲，咱即摆伫用的圣经读起来拢改摇。可能少年囡仔毋知啥叫改摇，什么意思有影啦，真正你去甲读看嘛，有影家摇，我已经家足久啊，今仔请我拄着小牧师出来领导，为创这个全面台语圣经这我一生是上欢喜的，我上头就上亲就来做，无咩无是你拼啥，为着今仔日，这是今仔才出版的，
因为这上到有个吼，真欢喜讲安尼下父啊，我遮个团队的人哦，大家拢就讲出版社，因为阮因为专门台语圣经嘛，人讲安怎改，阮就爱讨论，就爱安怎改啊。伊讲已经是删教了，已经摆落，要要印啊，你还阁要改哦。所以伊讲一点啊，感谢上帝，就是讲安尼拢会顺序安尼出来啦吼。看法是台语圣经的翻译有两个真要紧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咱的语言台湾话的保存，会继续翻译，就是因为这个台湾话是我，咱日常生活在用，所以就要继续翻译。佮第二个部分，我感觉真重要，就是伊会成做台湾文化的一部分，通过这个对话深化来贡献伫台湾文化。甲台湾人的社会性格的塑造。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对圣经有两个感想。我感觉人就是一生的内底有两个routine。第一个routine叫做 enlightenment， 就是启蒙，去了解，成做一个人的意义。圣经提供真侪即款的意义。成做女性的意义，成做无共款族群的意义，佮特别伫圣经内底真重视遐弱势团体因的人权、因生存的意义。当然，对伫社会性格来看，圣经内底有提到一个浪子回头、改变伊的生命的意义。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过去。各位做唔对的过去，总是做唔对的过去，这个事实一定无法度改变。总是咱会当互做唔对过去，迄个事实的意义会当改变。也因为过去迄个做唔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你就有可能改变你的现在，甲改变你的未来。咱台湾人的社会性格需要这款反悔。即个文学，改变的文学，正像林永博士、林永先生所讲的，人只有看我一点，就要看我的即个全部。这伫即个台湾的运动政治的运动的中间，咱需要一款的改变，一款的真正伫人性上的一款的改变。对我来看，第一个真要紧的意义。第二个，我感觉。圣经会当提供的一个叫做这个雕像的routine，譬如pilgrimage， 就是雕像去敲做什么会是你的终极的价值，无袂使的价值。咱的人生若只有是伫历史的平面，到尾咱所制造的问题，就是咱制造的问题的人去解决。若无迄个垂直的面向，迄个永恒的面向。咱的意义是真实，所以我咧看圣经的意义，甲咱提供迄个什么会是真正的真，什么会是真正的水，什么会是终极的善，有咱会当提升，有咱会去敲出讲什么会是咱无袂使。咱若今仔日将台湾的前途、台湾的即个未来的命运看做咱的终极的价值，这个是有意义的。毋是只有伫遐咧趁钱，做一寡遐的事工，满足家己尔。对我来看，圣经是有这两个要紧的这个意义，所以咱该翻译保存咱的文化，佫会当通过这个圣经的翻译来塑造咱台湾人的社会性格。我感觉伊是真有意义的，这是我的想法。咱再过来，有请咱台湾的协会。头一位的理事长哈，理事长。我本人毋是基督徒啦，虽然牧师第几个牧师拢甲我讲，你就是基督徒啊，但是我本人毋是基督徒。我讲我的感想吼，我头开始学白话字是1994年，牧师去高雄甲阮上课的时。上课到一个坎站，伊摕一篇文章互阮读，迄篇文章叫做《雅歌》。
我过去，我拄则讲过，我毋是基督徒，我嘛毋捌看过圣经。吼，虽然大学时代有显过，但是无认真甲看过。逐摆若是读到什么人生，什么人生，什么人生，对啊，我就无法度读袂落。啊，拢咧读咧生什么人要创，我嘛毋知。啊，总是牧师要甲阮训练，伊摕雅歌互阮读，你敢知发生什么代志？阮所有的人拢拒绝。阮讲，阮家己咧讨论讲，啊，咱若毋是教导啊，咱若这毋是要学圣经啊，先怎摕雅歌互阮读？我讲即个话意思就是讲，这是一种自我反省啦。我尾仔嘛想足久讲，是安怎？我迄个时阵已经40外岁啊，我一读医学院毕业的，啊，我嘛伫即个社会嘛原来弄榴莲弄遐尼久啊，是安怎？我看到雅歌，雅歌是上界无宗教气味的文章吼，伫讲恋爱歌嘛，是安怎？我迄个时阵，迄个反倒弹迄个力遐尼强，而且毋是我，是阮迄组的8个人拢是安尼。所以我尾仔对即个代志，我有真深刻的反省。我的结论就是教育啦，哦，因为咱的教育拢在读迄个奇奇怪怪的代志，甲咱本身较有关的代志拢无读到，咱的乡土无读到。像我即摆做医生，我嘛定定拄着患者，我甲伊讲，你这血压悬爱安怎？你知无？伊讲我毋知啊，我也毋是医生啊。我讲你毋知，你毋是医生，但是你爱知影你有高血压，你爱知影高血压若无处理，你会安怎？这是你的代志，毋是我的代志。吼，共款，咱读过的代志册，拢甲咱无关的，包含咱的身体，包含咱的宗教，咱的心，咱拢毋知。所以我对迄个时阵，我对宗教是无啥物概念，吼。尤其我读医学院是读科学的迄款人，佫较无迄个宗教的观念，嘛袂去信宗教。我到即摆嘛袂去信宗教，吼。我的宗教是台语，吼，我想大家拢知啦，吼。台语是我的宗教，吼。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反省啦，吼。啊，第二个就是我尾仔圣经我有读过啊，吼。啊，读完了，我的感想就是拄则即个王院长有讲过真济，我就无要搁重点讲吼。简单讲就是圣经内底确实有真济故事，真济铁理伫内底，值得咱好好去思考，好好去探讨的吼。啊，即摆一个较简单的想法就是讲，全世界出版过上界济册是啥物？恁知无？出版上侪本的册，毋知的人举手，我想无人毋知人，就是圣经嘛。啊，是安怎出版上侪对世界影响遐尼大、遐尼要紧的册，你无去读？啊，你是毋是头壳拍呆？吼，所以我尾仔的想法是讲，圣经一定爱读，不但一定爱读，内底有真侪通我讨论。啊，若徛伫讲咱做台语文运动，做台湾文化运动。做台湾建构运动的人，更较需要读，因为咱希望后摆大家会当用罗马字写家己的爸母话，安尼迄个隔壁迄讲啦，甲咱讲咱是同文同种，咱就讲无共款。我写的是豆菜鸡啊 ABC， 啊你写的是就是不共款吼。所以徛伫这两点，这是我的反省啊。我嘛认为讲，确实咱需要好好去读圣经吼。多谢。我想者吼，其实今仔是3本的出版的迄个哦，所以我拄则你讲这雅歌甲箴言吼，就是圣经的爱情甲第五它吼，啊这内底有鲁比版吼，啊所以这值得大家转去好啊读吼，大家较时啊，互你会充满这个人生的迄个意义会走出来吼，多谢。咱即个台语文创区嘛有吼，老师啊，啊，咱接续咱剩几分钟的时间吼。我补充一下啦，用英语讲就较清楚啦吼。台语是一种 language， 毋是 dialect 吼，就咱是一个语言，毋是人的方言啦。因为过去国民党伫台湾统治的时候，拢讲你即个方言吼，足粗小、足低路的吼，无水准吼，死去准拄煞安尼啦。但是咱毋是方言啦，咱是正式的语言啦，是甲因遐的北京话。
是平等的，大家是迄个共款的吼，平悬平大，是语言是一个 language 安尼吼。另外就是讲，迄个罗马字伊是一种音素文字吼，因为伊是即个 phonemic 的一个 writing 吼，所以呢，伊特别即个音呢，当下一看会当足清楚吼，就讲看出讲这到底是安怎读。你若是汉字呢，汉字咱嘛知吼，包括即个夏威夷大学的即个已经过去的一个迄个 John DeFrancis 吼，伊讲这是一种的即个书数音节文字啦，是一个足落后、足无效率的、无系统性的文字啦。因为你看着是，你根本你都毋知影要读做啥，因为伊是后数数、后音节迄个功能，是乱七八糟的功能。所以这毋是咱讲是，人个西学者真客观。伊本身John DeFrancis伊就是汉学家吼，早期汉学家，伊对中文外人文迄拢足熟悉啦。咱着讲咧讲汉字迄是足无系统性的、足无路用的一种的文字符号吼。所以咱用即个白话字，咱未来嘛是讲。咱台湾的即个白话字、罗马字呢，伊就是爱正名，伊就是原底就是即种文字啊啦。只不过呢是中华民国伊即个外来政权的教育部呢，伊拢无要甲你讲迄是文，伊甲你当做是音标啦，所以伊的名嘛甲伊号做哪台陆拼音方案的，甲当做音标啦。伊的正式考试伊嘛无爱甲用罗马字啦。但是咱省台办的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咱是甲罗马当做正式的文字。咱是甲肯定当作正式文，而且咱的认证考试呢，是你要经白话字传统的嘛会使，你要经教育部迄种台语嘛会使，两种拢会使安尼。我做一个补充，好，毋知阁有人有啥物意见无？好来，已经甲的问题啊。我想讲，因为我即摆嘛是有咧教了白话字的。我想讲，像讲你甲我说，咱拢安尼讲，但是咱写拢是甲写做教。是毋是讲徛伫即个文字书写标准化的立场来看，咱有可能写嘛是继续写教，但是咱看咧读的时候，咱有可能读做教。这个问题。嘴安怎讲，手安怎写，我伫想教。是受一本圣经的影响，咱就知影，你嘛遮歹读你是安怎要我继续用？因为这语言一直你改进嘛，无一定讲原来写安怎你就写安怎。所以讲大家会当我讨论啦，即摆即个圣经是拄开始尔，大家拢来投入吼。阮是足侪人遐尼久了，感觉讲勇敢甲改作教。结果我嘛得着足侪人来拍扑讲，唔要爱改作教。你毋知有回答这个问题？迄个学生嘛是有感觉哦，我伫讲这个问题，伊讲老师嘛叫我讲一定爱讲教，迄种爱写教啦。我讲可能有哪改啦吼，有哪想即个大家提出来探讨，安怎较好？即个语言标准化的工作吼，基本上其实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过程啦吼。伫100当前，迄个时阵。当然，厦门迄边因的文化较比咱较强势啦吼。但是100当后，其实是咱台湾这边的台语文化比因较强势啦。因为厦门我十几当前捌去过做调查，因厦门已经大多数拢无咧讲厦门话啊。敢若少数老伙仔伫种私人领域较加减来讲的啊。伊是比台湾搁较惨啦。台湾是因为有国民党过来政府甲咱压迫，用枪甲咱压掉，用教育甲咱压迫，用媒体甲咱压迫。咱才互地属今仔安尼，伫厦门是因家己着已经愈来愈无啥物讲啊，所以呢，100当后了，包括我遐甲观察吼，因遐拢听江蕙的歌啦，陈小云啦，陈小云啦，无就诸葛亮啊，较早迄个歌厅秀遐物件因家己做的足少的啦，所以伫文化产业顶头，其实咱台湾已经变有迄主体性出来，所以呢，100当前圣经用伊做标准，咱 OK 无话讲，但是100当后了呢？其实是用咱啊呢，所以你看因即摆嘛讲要做母语教育，因袂晓做咧，毋知要怎教呢？因搁爱去透过金门出版社等等吼，因来甲咱学呢，学讲咱是要怎教，迄教材是要怎编呢？所以即摆咱用即个用台湾话，现主是台湾人伫讲的台湾话做。